切菜消息，台湾有青菜会使外销到沙特阿拉伯啊。农委会农业试验所甲农友合作，将这俗称这个米生菜、这个梅仔菜，或讲梅仔包，冷藏运输时间为本来20天，延长到28天，突破以往，敢会使伫亚洲地区卖这款的情形。再去头一摆就外销到沙特阿拉伯，这个梅仔菜的价钱嘛愈来愈好，估计一箱6公斤的梅仔菜会使卖超过18块美金，差不多是新台币540块。 一箱一箱装好的梅仔包有印 Made in Taiwan 台湾制作的字样，准备要外销地点，不是较在亚洲国家，是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。采收进来之后，在4个小时之内，从田间20几度4个小时之内降低到7度，移到冷藏库里面维持3到4度，那么可以维持最少有40天。 这款台湾本土的菜叫做米生菜，一寡太太会叫伊梅仔菜。台湾的产期是10月到4月，主要产区是云林、嘉义、甲中华。业者讲，外销到沙特阿拉伯，伊的价钱袂歹。是预设在18块美金作为一个目标价钱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对方在中东那边周遭国家，譬如说伊朗。 那边也有当地的生产，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是当地生产者的竞争。农委会讲，扣掉航运了外销的台湾的梅仔菜、梅仔包，伫沙特阿拉伯会使涨价1礼拜左右。若是市场反应好，就使扩大销售，结合更较侪农友大量的外销。